各位朋友，分享次数不够，164次而已。有听我的再分享一下。我先讲了啦，待会我说的，你们觉得这一个人不过分的，你再来泡我。我开他副本，你们觉得不 OK 的，你再来泡我。你们现在静静的先看我，安尼你有了解不？分享184 900多人，有听我的再分享一下。各大社团脸书丢一下，线上有直播主的也是丢，为什么？他会乱标你们东西，马上弃标的。好，我待会一次讲，来音乐暂停。来1000多人了，来1000多人音乐暂停，我再先讲了。我先问一下，昨天刚刚有客人在讲说，昨天不是开过吗？现在还开。来，我跟你报告一次，他有私讯我们粉丝团，他直接呛赌我，然后他的东西他回来了。昨天你们没有看到他弃标东西吗？这个李恒，这个养羊，这个仓姐，这个蓝暖音啊，这个皮塔音啊，他弃标弃我们的，然后一直私讯我们，之前还没弃标，一直在拉好关系。好，昨天有看到那一趴的，帮我刷加1。昨天有看到那一趴的，先帮我刷加1。昨天有看到你就先刷了，来按怒封锁掉，按怒封锁。伫我这台你搞我起怒，我你讲你就惊唔知路的啦，安尼你听有无？来，安怒是谁？安怒是谁？来封锁，看你啊，白痴你，看我这台都唔知规矩，你妈你智障的哦，欠人扯，敢是咧亏你哦？来，昨天有看到的啦，有几个加1？来，很多加1了，来感谢赏心，好，感谢赏心。来，我再说一次，来，咱一张单好啊，够伫咧无？你的出货单，来你倒，倒我卡。豆，来，他的出货单，来，这先可以淡掉。来，我从头到尾再讲一次，这一个叫李恒的，我先开给你们看。我个开一盖，你看，不要紧。来，这一个叫李恒，李义恒，他名字有仓姐跟养羊，他在我们这边总共标了1万多块的东西。来，我有跟他讲，他有做一幅书法，3600啊，3600的。伊3600是说给好啊，甲吹出来，3000好啊，然后再标一幅6000的加框是1万块，加框是1万块。来，这一个人标完东西之后，物件标了的时阵，他说他的 GTI 坏掉了，什么挖哥的，他本来要来自取，我们说没关系，车坏了 ，OK 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相信他，人跟人之间就是互相信任嘛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来，我信任你。来，到后面他说要汇款25000块给我们。来，我开给你看，再可以开给你们看一下。来，持续帮我分享一下。来，4月18号，我下礼拜先汇25000给你们，伊全部都是要汇25000先给阮啦。安尼恁听有无？来，4月18，下礼拜你们自己算就知道了。大概下礼拜就4月25嘛，对不对？来，4月20是不是过了？来，贵啊，25000呢？没有。来，他还在持续私讯，一个人持续私讯，一讲伊就无拄好，就无方便。来，我开声音给你们听，好，顺便开声音给你们听。我相信昨天大家看过了，没有关系。没有看过的朋友，我再开一次。有认识他的，马上叫他进来。来，带你粉丝团私讯我要开出来，好，带你我要开出来。来，我再给你们看一次。来，这个叫仓姐啦，也是他的账号啦。来讲的什么？来。我电房迄有算支出啦，请证个拄迄种难找问题，实在我嘛做无啦，你知无？因为我嘛唔知要甲恁开水讲济啦，我嘛无需要讲恁斗吵干啥，不如就是等我过结束的时候，咱较做伙客好啊，安尼好无？来，拢甲我封锁，来，我互恁听伊个声。我生你迄天啊，如果恁若讲有介意的话啦，看要甲我做伙开台中无？系啊，算讲我请恁一摊啦，安尼。来，
我还跟他说，老师说先付4款啊，4000块，我们帮你代垫1000，明天去把你框拿回来这边。5月9号你再来结清，因为老板有在问你东西延太长了。来，这个唔正囡仔、垃圾囡仔，干你娘！到底死人！这个囡仔我跟你讲，骗小骗皮诈骗集团来。他还私底下私讯我们家的小帮手，他说他开 BMW 啦，开宾士的啦。他生日要邀请我跟凯宾去水云端啦，干你娘鸡掰啦！你哪摆讲你的生日办你会中奖，安尼无较紧，是不是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来，安尼去烧烧无较紧吗？干你娘10岁囡仔！来，各位朋友，他的框回来了，想看先刷，想看。今天换作是你们的，来，昨天讲过了嘛，有的不知道啊，没有关系。今天如果换作是你们的，来，恁袂生气的，恁甲我拍加1，我让你们看框，我互恁看坑啦，我互恁看。我互恁看，你会气袂气，就是重点伫遮尔。你讲其他无所谓哦，其他你不方便，你放着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别人的坑呢，来，想要看坑了，我跟你讲，恁看好啊，来一个场景，来梁玉凯，来梁玉凯，来跟我挖啊，子璇场景，来各位朋友，我要是看到一整排想看，如果来我看一下，如果你们看了不会生气的，你再帮我打加1，来长进，一个长进。啊好啊，来长进，好子璇先过，互你先看。我跟你讲啦，我开副本唔是无摸音的啦，来看一下，这一家己落的啦，来过去，来，各位朋友有没有夸张？子璇甲讲者，长度偌济，200几公分228。228，来，伊共落款啦，线串条无要紧，拢近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觉得夸张打夸张，又给人家落款了，来，这个叫李恒呐。他说他拜沙涛太子的啦，引导新民要用的啦。来，你讲写这把要有像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夸张打夸张，你感觉有喊无？长度安尼有喊无？来，要请问一下，这边好像，这个要给谁？这个要给谁？所以我就说了嘛，换作是你们，你没生气吗？你没生气吗？来，这把坑要跟我像，要给谁？干你娘臭鸡巴，开你拄好尔。诈骗集团让软囡仔来沙涛太子的表象，而且你给人家落款了哦，理工馆哦，一横进题，来，有喊无？有喊无？来，口罩，去干好灯好啊，200几公分呐，干好灯好啊，来，安尼我问恁啦，我先问恁啦，夸张打夸张。夸张打夸张，夸张打夸张。我讲过啊，今天如果我开了个这个副本，你感觉讲老邱你做无理的来按怒封锁掉，干你娘鸡掰！甲你讲按怒恁别的封锁掉，一直按怒。我讲过啊，今天如果我开了副本，你觉得讲老邱干你娘你安尼袂使，安尼我甲你讲我承认我甲你回信的。但是今天你甲看，安尼200几公分呢？啊这是怎么处理？我问你啦，啊这怎么处理？啊刚刚对话记录你们都有看到啦，啊怎么处理？来。粉丝团开好啊！粉丝团开好啊！开好啊！来，我不知道真账假账啦，我不知道啦，反正他说这样子啦。来，老邱普龙讲，恁爸养羊出来啦，干恁老师啊！这我是要干阮老师啊，是要干啥？你是要干啥小啦？你是要干啥小啦？我问你啦，干恁娘臭鸡掰烂软囡仔！有认识他的，麻烦跟他告知一下。物件做，甲恁爸输落去啦，安尼你袂生气？安尼你不会生气吗？我有跟他讲过，我们家的艺品，如果你不方便，你无方便无要紧，你开咧，你豆豆清来，坑爱用做钱的呢，这坑呢，这叫别人做的呢，啊钱敢免先互人吗？安尼我讲的敢无理？各位线上朋友，我问你们一下，如果你今天觉得老邱无理的，你帮我刷加6，你感觉我无理的？你感觉开这个副本是假是废去的？干你娘博取同情心的，我跟你讲，帮我刷加6。换作是你们不会生气吗？换作我问恁一个概念嘛，各位线上的朋友们、酸民们，我问恁嘛，今天就是要对事情。这起囡仔安尼搞背安尼啦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这边安怎？坑你嘛，烧给他阿公嘛，好，我等一下烧给他阿公。神明的事情呢，沙涛太子呢，伊搞我讲引导咧报沙涛太子的呢。各位朋友。有没有很夸张？干无影，各位朋友，来，你觉得我无理的，先刷加6啊！你讲我无理的，你干嘛干你娘？我就是刷存在感呢，你帮我刷加6，对不？我今天开的是有凭有据的，
昨天他的东西还没回来，今天他就回来了，伊物件就转来啊，伊物件就转来啊，啊，就大来坑，对不？拉我们关系，讲要办水云端，伊生你干你娘鸡摆，了办一回众场，是毋是？对不？追你去烧烧的，台中去烧烧的，干你娘男偌囡仔，啊，甲阮小帮手，十几岁啊，甲讲我开宾士，我是刺青师，他妈的干你娘鸡掰耶！啊，不好意思啦，我骂个粗话，来安怒封锁掉。在我这一台的，你要安怒我就封锁你的，我不问原因啦，永不解封啦。你听我的概念哦，像对像唔对，恁家己先讲嘛，是毋是安尼？真正的啦，干你娘！啊，讲要甲恁爸讲者，恁爸先甲讲者啦。来，各位线上朋友，想要参加他的公祭的，先刷+1啦。要坐互笑。恁爸就甲安尼甲累就好啊啦，我安尼甲累就好啊啦。为什么？恁爸来甲累就会衰啊啦。我有跟凯宾讲了啦，这个会提告啦，这个会提告啦。要参加水云端的加几+6啦。各位朋友，来，子轩，物件起来，缓和一下气氛。要参加公祭的，你是代表哪里的地区？直接打上来。哦，待会我会有请师傅来操作他。来，好吧，来。啊，这我跟你讲啦，无紧无急吃百二啦，先看好了。因为我用前置镜头，所以智慧点到变。李恒、杨洋、仓颉之人，我先说了，我先讲啊。来，李恒、杨洋、仓颉背后之人啊，请你就爱领收。在生的时阵做多端，罪该万死。诈骗集团嚣张跋扈啊！我祝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很主席，各位朋友。听好了，听我口令。以下开放公祭3分钟，还请咱音乐老师，请造乐。有请老师进入会场，感谢老师辛苦，感谢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李恒、杨洋、仓颉背后人告别式。以下开放公祭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来，各位乡亲，开放自由拈香。看你代表倒位的，赶快上香。来，师傅，安尼互你看啦哦。歹势啊，师傅近视啊。较认真上经的啦。叫咧，好拜叫代表倒位的，请互这位先生一路好行，好无？师傅手伸啊！3分钟就3分钟。哦，看你代表哪一个地区的，赶快上香。
常的踊跃，让这位背后之人一路好走，一路好走啦，仓颉、杨洋、李恒，一路好走，一路好不好？好走。就3分钟得啊！各位朋友，默哀个3分钟，好不好？手术忝啊！手术忝啊！来，师傅你才这个。来，我跟你朋友好了，我跟你讲啦，若阮阿全三个酒站落去，我跟你讲，拢无好买的啦，真正无好买的啦。好啊，免搁念香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好。我是要让你看一下这些人有认识他的，叫他不要这样搞。我跟你讲，迄若阮阿全师若两落的时阵啊，上届无会衰3年，我袂甲你骗，上届无会衰3年。迄出去我跟你讲，一定有车帮的，啊无就叫告操，安尼有了解无？车帮就是车你来帮，对无？啊，咱规工呢，敢无影，共气标安尼，啊无爱超多济，讲要搞公济，哟，啊谁咧公济谁？啊，大家我线顶的粉丝啦，见面啦。每一个开的粉丝拢来啦，见面我咧用干就干到飞起来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真正啊，规工诶。好了，没事的，气标了就是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我跟你讲啦，我先讲啊，来，物件起来一下转。啊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下。介热啦吼。来，这把我先讲啊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中间这个换掉，中间可以换掉。换掉之后，写你想要的名字再上去，框再给人家处理就好了。天够处理就好啊，刚刚7、8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我先甲大家讲，你有喜欢的，你想写的，等老师来再写一幅上去。写100写你想要写的，写来我跟你讲，这个天就你的啊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好，想要写的马上私讯粉丝团，还是看怎样都可以联络。反正现在老师还不在这边啦，酸敏不在这边啦。他前任说他骗女人钱付款缴车贷，这不是报应，这不是应该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他前任看到了啦，我跟你讲啊，叫他干你娘鸡掰啊，小心一点啦！就期望叫车崩死，我袂爱骗，干你娘气标的物件，啊讲到偌好听嘞，迄讲到偌好听嘞，讲伊安怎拄安怎，什么小歹去，因老母着人，因老爸死去啊，你若骂因小命去互干，因小弟去互搞操，讲到一大堆理由，妈你干你娘鸡掰，阮哪相信你？哟，咱烂囡仔。对不对？没有黑人舞没有了啦，有黑人看官的，你们想要听吗？还有一段呢，你们想要听吗？想听的打想听啊，对不？想听的打想听啊。你若搁要继续甲讲者，我嘛会使啊，我嘛是有黑人舞的啊，对不？我甲你切一个姊妹啊，叫卢芭比啊，伊咧分析说明的啊，星光女子乐团的啊，我嘛有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有人私讯粉丝团看一下，换一公安吗？想听哦，那我跟你讲，线上刚刚2000多位啦，可能这个他们很有机会啦，他们这个很有机会啊，所以就掉了，没关系。来线上的应该是不记不会，无紧无记啦。啊，你若想要听无要紧，因为我无啥要卖物件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放落，我跟你讲，我用我的手机放就好了。我用我的手机放，好啊，你家己听。啊，赶快要参加公祭的赶快。好，如果要参加公祭的再一次没有关系，我一次让你们参加的够，看你啊，来。来，你们自己听。哦，这拢免好笑的啦，我拢很棒的啦，这我拢很棒的啦，这家己姊妹仔的啦，星光女子乐团啦。来，赶快攻击了。来，赶快！好啊，这个不得好死啦，弃标之人不得好死啊！弃标之人不得好死。
来感谢高雄的婉格礼仪公司代表进完，感谢南霸天，来感谢高雄婉格啦，哦，感谢婉格。来按入封锁，来感谢高雄代表献花，来感谢综合代表，感谢马尼拉代表。感谢组成代表，感谢彰化皮草代表献火，钓鱼台分局感谢，来感谢天风企业社会集团，谢谢，感谢屏东潮州代表上香，啊卫视代表上香，台北市代表献酒，新北市代表献水果，来盐井大咖啡很灰，我没有生气啦，来中华蔬菜网代表献果。来感谢竹东天风水手队代表，感谢彰化花坛代表上香，感谢桃园芝巴里代表，国际凯宾集团代表上香，感谢土库代表上香，高雄亚王有限公司上香，新发有限公司代表上香，来感谢各位，来嘉义代表进完，云林代表上香，彰化和美代表上香。少女白琴，谢谢。士林代表一路好手，感谢台北公馆天风代表，来感谢四海机构代表，好，谢谢以上。好，以上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台无咧认真卖物件的啦，迄人手帮啊，当时我拢无要紧，你听有无？大家趣味得啊。啊，我说真的，我开这个副本，我说真的啦，提告我他妈也会告啦，我他妈也要诅咒你啦，你听有意思哦？林北的盖毒人啦，有啥物？他一直在拜托我，我先跟大家讲，为什么老邱今天会那么生气？伊今日一直甲我拜托，一直甲我拜托，一直讲安怎来？伊甲我拜托啊，好无要紧，我就爱甲台宾讲，我就爱甲厂商讲，连阿全基本的我嘛爱甲交代，是不是？对不？来，伊甲我闹开呢，伊甲我闹开呢。他今天是让我漏气呢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说9号要来自取，结果呢，我甲阿全讲的呢。甲即摆我对不起阮阿全呢，阿全一直讲甲开掉啦，甲开掉，我讲卖无要紧，阿全无要紧，过好几工仔就好啊。哦，啊无差9号甲10号差几工尔。好，来，安尼我是毋是闹气的？啊，我今天开单，我跟你讲啦，恁爸是对的啦，你听有无？啊，我著要救惨伊啦，为虾米？男烂囡仔，做男烂的呢，诈欺也做啦，骗小骗骗也做啦，前任女友也共拐钱啦。这敢我讲的，毋是我讲的，线顶的朋友甲陈粉丝讲的啦。迄旁边迄种都伊熟识的啦，对无？各位朋友，我今日讲安尼，你若认为讲我过分啊，你认为讲干你娘有啥救出别人？我甲你讲，今天换作是你，你也会啦，你干你心内尔啦。你听我的概念哦，是不是？老邱可以附送一下奇迹牙控团代表献花吗？来，感谢奇迹牙控团代表献花。现在几号了啊？27号啊呢？他定多少钱？没有多少啦，总共我们家买的东西大概100488块啦。这拢无好笑的啦，物件拢无死，拢伫遮啦。这啦，就是这啦，就是这个啦。啊，有认识他的，叫他刚好就好了啦，叫伊拄好就好啊啦。开你干你娘，拄好尔啦。对啊，人迄嘛私讯啊，要买啥小，要买啥小，因妻仔咧付钱的呢，因妻仔咧付钱的呢。看恁娘，你盼咱嫁落毛，安尼我开拄啊好吧，是毋拄啊好尔？买什么？买书法的，买一大堆都离够高的物件啦。哦，有凭有据啦。阮拢有凭有据的啦。我讲过啊，你拄开始买的时阵，我你1个月时间，结果咧，你1个月拖到即摆就免2个月啊。男烂囡仔，对无？啊，我开安尼敢无意义吗？啊，一个爱有穿啊，来，为什么一个爱有穿？第一啦，
卖个有查囡仔互伊骗去啊啦。来第二啦，他也会去各大直播台买东西啦。安尼你听有无？包括恁啦，反正嘛甲恁骗着钱嘛。我开起来，连讲恁若讲，哎呦，这个名敢若盖面色哦，敢若是老邱之前开过副本迄个哦，安尼就要注意啊。来，安尼我是毋是？我咧做功德，是毋是安尼？来，你甲我看我咧认真卖物件，到即摆我嘛是搁咧讲话啊，恁卖嘛是卖两条拍医疗啊，到咧卖物件，我敢有人手起来咧录物件嘛无啊？是毋是安尼？今日换做你嘛会赢啦，你嘛会去啦，真正工会无天啦。啊，佮甲恁爸讲干你娘鸡巴干阮老师啦，啊，阮老师就贵心去，佮干阮老师，他妈十喙音呐！哦，啊，这个名字你记得？哦，李恒、杨洋啦，什么昌姐啦，他这拢甲这个有熟悉伊的吼，叫佢去死啊啦 IG 刘德华。IG 叫刘德华啦。开互看，开互看。来，我拢免好笑，佮开互恁看。伊会随时改名啊。讲袂好笑的，来恁等我，我 IG 开互恁看。来，这都免好笑的。哦，这个都免好笑的啦。他自己讲的哦。礼拜一美会你是自己看着办的，以后播了个他来。我传明细给你，账号先给我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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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看到？来说真的，我先让你会事先去拿款，再来慢慢处理。安尼敢无够好？我安尼敢无够好？啊，我对阮阿全交代袂过呢。你看，安尼你讲我袂气吗？安尼你讲我袂气吗？各位朋友，我问你们一下嘛，今天换做你们是酸民，你们是好的啦，你嘛是好的啦，你会明是非，会判断啦。你今日讲老邱我开这档的，干你娘，开这28啦就无效的，干你娘无啥效的，安尼老邱你唔对。但是我今日会这生气，就是因为这，恁爸咧替你保的呢，恁我咧甲保的呢，啊我的人算好讲话呢，我的人算好讲话呢，你听我的概念无？今天换作是你们啦，我现在掠一个人起来讲啦，周志明，我先甲你讲，志明。你先甲我调一个10万块的，好，你10万摕互我，啊，你10万去甲恁朋友借的，啊，我讲志明啊，歹势啦，我后个月无度互你啊，来，佫后个月无互你啊，然后结果甲你封锁，来，志明，我换你，我问你就好啊，你要甲我开副本吗？你会帮我开副本的？来，下一个，来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你10万借我，好，你10万拿给我了，来，你跟朋友借的，你跟朋友借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下个月到了，那个我不能还给你钱呢，我无落还你钱呢，要安怎？向前冲怎么办？嘿啊。后个月佫搞，我无度呢，就最近较暗。来，佫后个月先甲你封锁。来，你不会开我副本吗？同样的道理啊，将心比心一下嘛，对不？吴亦凡，你先借我10万块，你借我10万块。来，后个月嘛无行哩，同款意思，甲你封锁。来，那个谁，吴亦凡，你不会开我副本吗？你会吧？你会不会？对不对？嘿，同款意思的物件，所以你们酸民，你在酸我的时候，你要看什么事情？你今日讲乌白讲的乌龙蛇头鸡摆10喙高人毛，你讲5437889的，你来泡我，我觉得没关系。我受着委屈啦，我对阮阿全袂交代。啊，我一直甲凯宾讲，定金我有叫伊汇啊，我有叫伊汇啊，小明，我有叫他汇啊，对话记录我叫他汇啊。他跟我说什么？我的 GTI 派坏了啊，我的 GTI 引擎坏掉了啊 ，GTI 引擎坏掉了啊 ，GTI 啊坏了啊，啊你们就叫伊个汇。啊！伊就讲歹去，我讲无咧赔1000来嘛。伊讲啊，就资金就卡掉了呀。啊，GTI 因就炸去啊。GTI 7代啊。GTI 他跟我炫耀说他开7代，改3阶，啊，搞阮小帮手讲他开7250，死恁老母啦！啊，讲要办生日办在水云端，办在水云端，你他妈几百板灰重点无要紧，对吧？各位朋友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我讲的拢是事实啊，你听啊，换做是恁袂去吗？反正我跟你讲啊，网络就是有两种声音啊，一个是正向的，一个就是觉得我不好，哎，拢无要紧的。我等下去烧伊啦，这我来讲啊，这我烧伊啦。
收 GTA 给他玩，看你俩浪费钱收 GTA， 有奶必相挺，老邱干爆他。我免甲干啦，干那恁粉丝铁粉见面甲干就干甲飞起来啦。我讲安尼有影无？我哪会知去水云堂叫高传？恁那么鸡巴就无钱叫高传？我反正去火葬场的9000块，火化钱嘛无够咧，是毋是？连9000块都无他烧咧，恁他妈！对啊，连4000块都无找，回9000迄块。连4000都拿袂出来，迄连个高传敢叫会起来？男烂囡仔，是毋是安尼？迄甲伊死的时阵，你妈鸡巴现9000都摕袂出来咧。啊，你迄叫去迄倒水，你烧来9000块啊，对无？啊，公所动1000啊，管理费嘛，是毋是？啊，当初有妈去烧过？有嘉轩哥，我有看了。伊是讲啥哈？无啦，烧到台币。我觉得你怎么讲话都跟你前后对不起来啊！你无钱啦，迄个欠你有钱，你开别项物件。有懒人包吗，老邱？没有懒人包啦，只有靠我讲的啦，拢无懒人包啦。同业就是这样乱拖你时间，你们会麻烦。我甲你讲，我无要紧啦，我够认真卖物件，我够认真卖物件，无啊，甲即摆物件嘛未摕出来啊，敢无影？对无？啊，要互恁了解的就是讲吼。我今天老邱，我这个人，我开人家副本是以有凭有据，有凭有据。咱嘛毋是讲一届机会拢无互伊，咱就甲开落，咱毋对。吼，所有的朋友，今日老邱我连一次机会都没有给他的话，就马上开他副本。我跟你讲，干那恁甲我干，我就干他死起来。你听我的概念，就光你们干我啦，我他妈就是飞走了啦。我连今天是有机会给他，我有机会互伊，拢互伊讲，拢互伊讲，互伊演，互伊讲。讲到后尾啊，佮甲恁爸封锁，恁爸才会杜烂，恁爸才会杜烂，真诶，对无？啊，因兜啊，就要讲什物一寡代志啦，车歹伊啦，因老母着癌啦，因老爸拄死啦，啊，因妹妹拢讲什物叫男朋友拍啦，啊，因小弟啊讲车祸跋倒啦，所以咧，啊钱就免纳了，所以钱就免纳了。弃标10万不是小数目，我跟你讲啊，吴野，我跟你讲哦，10万你要讲济无济，其实无所谓。我上主要就是伊交我甲讲，我甲报的，我佮甲阿全讲，伊佮甲恁爸封锁，恁爸才会杜烂。好，别讲封锁，干尔你甲恁爸讲较济废话，啊，毋是共款迄句，对无？你要看阿全的无？我开互恁看。这种对话啦，都是他的对话啦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注意看他前后中间讲的字就好了。什么？我相信彼此没有美角，美你去死啦！干你娘，咱软囡啊！你注意看伊讲什么话就好啊。哦，你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他前面在自打嘴巴。你家己看就好啊。你们自己看他讲什么话就好了。这互恁家己去看啦。我头前讲啥，后边讲啥。来。我自己遇到的是有没有什么小、什么小、什么偏、什么小的？哦，你遇到的事情，我不相信你连个4000块都没办法找出来。哦，无找谁出来。这种互恁看啦，这就是对话记录啦。你攻击他钱就拿得到吗？李麦辉，我跟你讲，我攻击有林北曲就吵了，不要好意睡杀你，就给他睡3年。哦，就是因为攻击他，我不打算已经拿钱回来了。恁就无按算要这条钱啊啦。我按算给几顿来啊。哦，啊，共款啦。阮阿全头仔念落迄个，我甲你讲，保证睡3年啊！啊，若个我加上这支喙咧甲念的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伊绝对睡4年以上的啦。哦，真诶啦，我袂来骗。我就不打算拿钱回来了，从他弃标那一刻了。啊，大家拢卖提起，吼，善恶终有报，大家拢卖提起，善恶终有报，吼，拢卖甲恁爸讲什么小什么小拢免，吼，善恶终有报啦，不是不报啦，时候未到啦。哦，已经有去报了啦。看迄老师咧，嘿啊，向前冲，他老师咧，叫甲亲着，迄袂输老师，伊哪因老爸咧？啊，
报警啦！我跟你讲，我甲凯宾讲啊，看凯宾安怎处理啊。哦，改变要先处理另外一个。3年太少了啦，10年啦。来啦，安尼啦，大家冷静一下啦。修身，我要讲一句话啦，谢谢你们有听我，谢谢你们，我就甲讲安尼尔。哦，这种人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放过他，袂使放一滚。如果今天你再放过他，还是有下一个受害者，还有下一个受害的女生、跟店家、跟直播主，所以我把开落无要紧，开下去。哦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这种人，莫有这种人骗去啊！啊，若有熟悉伊的朋友吼，赶快断交关系，赶快断绝。这种朋友无咧甲你请啦，拢咧甲你害较济啦。是啊，够可怜的啦，真的啦。来，大家晚上好哈，冷静一下啦。大社会唔是安尼讲的。来，刚刚有人说要看那个香水了。来看旁水哦。哎，都在人一直讲。好 ，OK， 看旁水后，来线上1000位的好朋友，是我铁粉的，先刷铁粉。子贤准备，是我铁粉的，先刷铁粉。子贤，安呢？安呢？是我铁粉的，先刷铁粉。深入啊，深入啊。是我铁粉的，就先刷铁粉了。等下全部拢爱抓出来，20个了啊，就20个。啊，搁挂你的哦，搁挂你哦，搁挂你的病去，我袂爱骗。够诶。